OK，我 YouTube 開啊，當劍 live stream 開了，特別冚落嚟麥。OK。哎呀，各位聽眾，再歡迎啦！到底收聽邊啲學嘅節目？這個禮拜我真歡喜，我們講就掉馬標，特別是係咪馬標咧？昂無派多嘅馬標。這個禮拜我嚟介紹我嘅 Google Meet 合併嘅朋友，佢就是掉馬標。Google Meet 合就是 unknown 啊 ，unknown 是波咁啲啊？哦 ，OK。這禮拜咧，我咪講嘅就是人，阿蕉無來困起阿蕉。阿蕉到 Clubhouse Desmond 嘛，阿蕉。你走幾路？我已經 Desmond Zero， 唔是另外一個。哦 ，OK。嗱 ，OK，咪見，咱個只人掉，看見咱個要順伊個名單看，就人掉 ，OK，咱邊來學嘅朋友掉嘅 ，OK。當今我咪講嘅，就是講，只人跟哪嘛掉我冇辦到，所以我咪再講看，就人掉，要講看咱經驗，咱其實掉。安尼款會告訴 OK， 來到啲 YouTube 合併無 Club Deck 唔是 Club Deck， 佢叫咩 ？Hangout 唔是 Meet Google Meet，Google Meet。阿 John 我寫冇阿 John。無，我就是好勢啦，安尼就是普通。但是講我一記嘅了，就是講 something wrong 啊。唔識我啦。OK，來，隨看到啲迄個 Google Meet 會夾啦，咱頭一夾都邊個夾隨去，了若是講掉嘅人咧就彈嘅聲，還是無掉嘅人就是彈，安尼就是無掉過 OK， 了咱頭一夾隨去就 game show 啦，頭一夾隨去請 mask 489，有對無對？對啊！幾月幾號？舊年呀4月4。哦 ，OK， 我減啲。我唔知有對啊，無對，我當去你看唄。嚇？我你卡啥？你講是 test 掉，伊拉無好 test。哦。小貓。OK， 所以有可能咯，有可能彈嘅。我真係了這個應該是363應該是無啦，應該363。未掉，未掉 ，my god！ 了是毛毛菇。未掉。OK， 了阿龍後點阿龍3月過後。即係講回歸。3月過故事我係成日知佢啫嘛。哎呦！特別我換一條嘅表，依個條嘅表，個謝字，個條我冇買到嘅表。豆哥。一個入去後。白青。本來是紅掉伊無掉嘛吼。哦，所以係冇上線。แล้วก็ตั้งแต่ว่าไปตัวคือClubhouse 上面嘅唔是 Clubhouse 叫做咩？係點啊 Clubhouse Clubhouse 上面撳去講起撳去。冇。OK，แล้ว南西。你會使學我上個白青番嘅時候，噔。你紅掉咩？紅把路啲朋一啲個人點掉了，我唔知啊，掉唔掉？哦，所以都唔知啦，伊有 symptom， 所以伊咪參啦。我一陣子啲沙拉瓦對嚟，所以我人冇。OK， 即係冇咪清楚，唔知個啦嚇。OK， แล้ว阿龍講咯，朋友哋講啊，即係咧拖會唔知個車會，唔知困唔會。拖去唔知，這個是399字頭。399
3個月之後，一個老掉嘅 souvenir。唔知是唔是人哋講 clubhouse 啦？我掉咗幾日就輪到伊嗰度。係啦，我 clubhouse 團掉嘅 clubhouse 攰到伊。阿龍碌掉迄隻名，我暗名我已經有成真咧抌。就是我講你隻名都就掉啊嘛。哦 ，clubhouse 揾到嘢。OK。It's still negative。人是講，人若是有樣嘅 permission，因為批准，人個使講就是掉無掉啦。咱嘛去報人嘅空頭出來，特別人再講會使報嘅空頭是裝嘅，到啲 clubhouse。就細。個裝啊，等翻嚟啲 scan 啫。van 都係記有。掉 van 車，落地車是頭一個掉，我會記。頭先你掉咁，一個接嚟好玩快。哦 Vans 啊，嚇掉。一個舊灣講過人癲嚟。啊掉啊招啊，招啊！笑解啊！問。啲人到啲 clubhouse chat room 嘅其實講報款攞掉。啊掉阿涵咪是 first few one 掉阿涵咪是頭幾嚟掉。 first batch。嚇掉。涵加van 車落地車都係掉。落地車。誒 ，VV 娃娃有掉。I think 冇。伊是特特啲咩人掉呢？依個佢冇掉。伊 quarantine 啊，特別伊好彩啊，伊200人嘅咩事好彩？好彩個名。你希望伊掉。一成股上是毒我。伊真係好彩伊無掉，你就伊甲我講嘅時，我驚到要死。誒，我驚，我咪是驚伊只只要只只本地是actually 我是經驗過人啦。actually 冇講只你別使，有見有 OK。我咪都當劍啦。That's why 別講嘅 OK。只人只有見到只有見嘅 message 是講，你人看到只人掉啊冇乜驚。特別我一個新加坡嘅朋友死咗，咪咯，伊掉少年44歲42歲 clubhouse 嚟嘅，伊是掉是 OK 步行。But 伊 after 過日嘅時候，伊會 start 伊嘅心臟啊，直掉啊，所以伊到啲hospital 規陣啊，甚至個 post 過，然後伊冇就 start post 講伊巴魯加貴先啊，所以唔係掉嘅，伊掉是有可能馬啦，你只只，而家啲病毒線嘅時候，咱唔再講伊後背有係咪手背，有可能咱再講只人掉，所以變做咱向普通嘅時，咱是咪隨好嘅方面嚟看。所以講，免驚啦，掉咪是掉。咱們講驚個3擺，唔敢出門砍掉你每個日鐵定係定掉，他們免，那是個要設置。掉那是無事是 OK，特別唔是特人掉本是無事。你隨掉掉一個有事嘅人啊，都是假嘅咯。伊講就是講有暗病話咯，你有暗病話，你掉咗幾後啊，伊啲暗病變病嘅咯。出來嘅啦，又係病。暗病嘅啦，走出嚟嘅咯。OK，嚟，咱再講。你暗病。看咱到底人講你字掉嘅時，講你暗病，都錄定住講往小嚟講口水。誒，小寶嘅 brother 們掉。掉。小寶。落地真係嗬。太好食。我愛看。咖喱。我愛看。毛毛菇我愛看你食咩？毛毛菇我愛看你食咩？半暝1點半啦，夜食就食物件嚟喎。啲牛奶啊，太好食啦！妖，我個看到毛毛菇嘅衫，是咧塔票嘅衫，我個菇冇看到咯，咧衫。大個仔。哈，毛毛菇我看你食咩？哎，OK，姐，我唔知啲姐係咪做啷隻講落地真。我就講伊日抓切葉碗就有淡。我就一日 tissue paper 切葉碗，我看到一地面嘅一日咧切葉牛奶。我那時落地真係切牛奶。呢時流冚㗎了咦？OK，嚟講我俾學即係489，我俾每489掉嘅事，我係記啷聽過伊講，你有甲我講過，我係記你朋友你 roommate 成掉嘅。啊，是本地，因為嗰時是我4個人大一個 unit 嘛。Then 你 unit 是安怎？伊是成個一間厝。是condo，是。特別一人一間房啊，是就公司房。啊，一人一個房咯。Then 本地是一個人掉，then
我人嘅聯絡都 share 伊嘅 message 同甲我人講，伊都伊會當人比如 send 去伊嘅福建話 quarantine center 安怎講啊？隔離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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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啊，中心啊，中心，中心。隔離中心then 我三個人就愛去家己 test 咯。哦。他是無伊個 self test kit，所我是愛去伊個甲啥物啊？家己去 clinic 來 test。then 這 test 是真係貴啊。你得家己學鐳啊？本地是家己學鐳 ，then 我人 test negative 咯 ，then 啥物啊？伊個政府是講我人等4個節 ，then 個仔嘅就知道，個驗個知道啦。是特別去 clinic 嘅人來 test， 去政府嘅即個面試棒。是 free 嘅哦。免費嘅嚇。免費嘅，所以 test 是對出 positive。哦，掉埋俾我咯，掉啊。掉了，然我人是我人是等政府嘅 SMS， 等 instruction， 還是你幾件厝人3人掉㗎啦？掉咗了。哦。所以等 SMS， 政府是講等成我家己佇厝 quarantine， 然後咩啊？他是你有咩 symptom？ 無 symptom， 你就 totally asymptomatic， 他是你怕針啊？有怕掉病人針啊？未。咁啦，冇人怕病人針過啦，係冇。OK。所以無 symptom， 我人特只等伊個 SMS 名，特別 I think 是第3日baru有伊個 SMS， 甲我人講 OK， 我人會愛先車互 pick up you， 即下姑，帶你去伊個嚟等，安怎講啊？等，隔離中心下搞。哈是暗暝，我人是。Mario。隔離中心。我是 full day。你喂，伊巴是嚟載你啊？伊定巴係載人？唔是ambulance。3個人嘛，所以。咯3人，實到嗰啲載起咧要 handcuff 咯。冇啊！我是在伊個 driver 是穿伊個 hazmat 啦。伊穿幾數啦，冚過了啊！冚過了誒，是暗暝baru 帶我人伊邊，我人都愛等我人會等，伊個 monitor 我人看有 symptom 還是無，我人是無，特別都愛接入邊大個4節咯。有時喂係你 ，sorry， 我做咩抌你啊？我看起來是成個 blow job 咧 ，sorry， 我要做卡哨，嘅把刀，特別看起來成個 blow job。你當時要做會使了，安尼款。安尼款。做法，做啲細表啊！安尼，嗰時下對，安尼，我做，我用鐳做抌你。OK， 我個做佢。OK， alright， แล้ว continue 去你抌你啊？你即隔離中心。แล้ว ambulance แล้วเรา3人嚟載，一定 ambulance 係載人3人去。是，等到了嘅時都。你就要打包，你就要扣咩啊？3塊，咪講你講幾日咯？伊行是講standby 5節3塊。5節嘅3塊
我都你就會食，一項都食啦。有好食，所以我是先擺上頭姜簽啊，配沙文有教人哦 ，SMS 有教人講要食咩物件？是無，我是本地妹，我嘅另外 housemate。哦，已經入卡久啊，之前。頭一個掉嘅，then 我嘅老爸有 send 互我一個啥物啊？上個一個 YouTube video 本是教人教我人。食咩物件？白係咪 ？OK，你白時我聽講人講未使食鐵物件，係咩樣？對啦，就是那時我唔知，我啲日頭講食乜 tea 嘅時。哦，有影啦。袂使牙接，confiscate 咯。哦，我知，伊是買好多 reuse 嘅數，買好多洗數，伊是要叫你 use and throw 呀。唔是，伊人驚你用 weapon 啊。哦 ，I see。都唔要緊。哦，明白。OK，意思佢驚你嚟上個到底背機你看，你去夾做嚟潛人嘅事嘅。真係坐卡古啊！哦，即係你個發經驗佢坐卡古啊，裡面就是講，你看，冇啦，你冇可能看。確定你看，後人看小英看，佢後人看小英就上個坐卡古啦。冇，actually，伊上個係你 Squid Game，你小英。有淡薄。嚇，睇人看，睇你後人看是你看到。所以我人搞了，伊人做 monitor 我人上個 check up 咯，看我人有蝦米symptom 啊。symptom 啊，我人三個是無問題啦。攏三個本無 symptom 嘛？無 symptom。你對咧朋友有 symptom 冇？頭一個對。哦。伊有上加頭痛，淡薄 fever 咁款咯。咁冇講真真辣啦。無講真真辣，但伊有 symptom 啦。你路人是完全無？我人無。我人是一個查甫，等我甲個一個查甫咯，三個人。我因查甫是 separate 分開嘅。哦，隔離嘅，無趁查甫做就慘啦 ，OK。你 family 撚怎啊 ？family 嘅都那是查甫囡仔甲老爸咯，等查甫囡仔。哦。除非是上加查甫囡仔甲老爸叫領多，係咯。得對吧咯？是啊。OK。了。所以 spot check 了，也得加了鐵嘅物件 ，aerosol spray 本袂使啊。哦。OK。所以人嘅 hair spray 你袂使嘅。本袂使，啲人驚有灰你放灰啊，火呢成。是啊。OK， 我 share screen 呢個。咱來看伊個合併嘅所在，安怎？咱看這，後人 share screen 嘅所在。伊只上 Squid Game 我哋講。Squid Game。有無？有一個老阿伯愛贏。sorry。有一個老阿伯。一號嚇。那所以伊是一個好，但較濟是你看。zoom in 好無？有 double decker。是唔是成個 Squid Game 像啊？有淡薄啊。個問嘢阿伯出嚟愛撻物件。哪阿伯多邊治療？阿伯多邊治療。這裡真係好食啊！你看你。係嗰個水咯。嚇，這裡是水真係好食嘅。個人穿 mask at least 我係朋友我看啊，如果冇即叫人穿 mask 嘅，你講。我看到是有嘢人 share live 我看，我俾顯面。哦呀！真係好食啊！這是吉隆坡嘅啊，這是sungai besi 嘅什麼？sungai buloh 嘅。sungai buloh 嚇對。這邊是 MESB 啊，係咪啊？MEPS 啊，MAEB 我唔記叫係咪啊？特別中午這邊是較 serious 嘅，有心得嘅一樣到這邊哦，等其他是。是吧高 ？Yes。是 MDEC。唔是 MDEC。唔是 MDEC，哦 ，OK。
是 MAESP 还是啥物啊？pertanian 还是啥物？Tapi center 这边是较 serious 的人哦。then 伊人嘅意思甲陆军都take care 伊人伫这边。外口伫site 嘅都无 either 无 symptom 还是較好。較無咧食力啦，無安尼食力。then 第二邊你講另外一條誒，啥物不相？OK， 反正另外是，這是阿妹，這是冚開，伊無冚個了啦。是。困點先是，我聽你venture，你落地車講嘅，樣無冚開阿妹個報告就大聲，就半暝被困。因為有個人有較 serious 嘅，伊人嘅咪是愛 monitor 伊人嘅伊個 condition 啦。伊講嘅是叫阿咪叫阿咪不殺嘅，係咪satu dua tiga，係咪講呢報告叫你去到到阿咪啊？對，佢係 OK， 我是袂打閒，有時嘅囡仔啊，暗暝無困嘅，等中午這邊啊。還是另外邊啊，有攞嚟乒乓 table 嘛。所以暗暝時伊人嘅時間啊，都伊嘅無啦。然後有時邊跳伊嘅波啊，跳去我人嘅這邊像個安怎講啊？我人都未困咯。哦，即係你到底係邊個字啦？你多個字之類。多是因為伊人生我人去這邊較暗嘛，所以唔是較暗，你安怎講啊？較晏。較晏，所以我人大4節了。哦，係 ，OK。所以你到後面4節你有困到？我是困不要緊，干那是昨夜爾較有。較艱苦。下面數講下。有淡薄垃圾，上加有知啦。稍微是有個人用伊個啥物有。伊稍微是安怎？稍微係你是啥物所在咧？伊是喺 gymnasium 呢？我看。對，安尼款嘅稍微 public shower，上加你去 highway 伊個 rest stop 嘅 shower。rest stop 有 shower 啊？等我想下 rest stop shower 是安怎？上加去人去 gym 嘅 shower 呢？對，特別有冚嘅啊，會使冚嘅啊。一格啊 ，OK。應該是寫小水池啦。成個 cubicle 誒，慳一件。對。OK。小水池嘅 shower。OK。特別有通較梅啦，你免成日講啲八條連當下啦。對。了你去講伊頭殼，喲，我上啲頭殼要死啊！真啊淡哦。喲。你別以為錢咧，我甲你講。有個人有用 tissue 啊，是怎辦做啊？是變咗垃圾㗎啦，去倒啲頭殼。打啲頭殼㗎了。是哦。變咗垃圾，我一個攞個擦擦咧。是哦。吉利，所以你度行開啦，你幫曬啊，你。幫曬是不要緊，昨夜爾。哦，昨夜你較吉利。昨夜淡薄。你卡咯嘛，就會請到前拖咯，冇可能偷一卡入去嘛。對，拖鞋哦，家己穿拖鞋。你真係冇穿嘅。就會家己卡卡起去。是哦。伊都俾人卡夾冇就是啊，你博住講嘅你特別別你接水，你昨夜咪接水。冇掉水嗎？冇你昨夜嘅接水。你昨夜時一定面你浪住佢咪接水。特別你昨夜度淡呀。條領拍掉索掉。係因為四卡。你聽。即係，若是講你無穿嗰啲，你穿錯誒吼。若是講嘢就係經嘅水啊，會掉你卡咯咗，一啲少嘅了。冇，你係使穿卡夾，穿卡夾咧是浪 plastic 浪住去。本嚟卡滾，卡夾咪滾起來咯，一個浪 plastic 浪起咗。講真嘅，plastic 嘛啲博士。講真係咩？司法教。講真嘅，伊個怎辦本無安尼垃圾。哦，無講就垃圾咩啦，隨住。干那是有時
有時有淡的抓，砧板抓。哦，佢伊無講辣椒就垃圾啦，伊是淡薄吉利呢，伊唔是垃圾。淡薄吉利啊，特別因為特別有人寫程序，我是可能伊人嘅歷史架錄本地入面啊，2424分鐘。點鐘個伊嘅定人咯。講起定人，我講起病人，哦 OK， 我想跟住咩結果，咁樣掉定人，到底係咪做咩？病人，sorry。哦，誒，你我咪你直頭冇先等加刷頭甲尾，也冇先等。哦 ，OK， 少年家先好名，then 國家參事黑市本事。你幾號啊？未記啊？你講？你這是2021年嘅4月，舊年4月。舊年嘅4月 ，then 黑市本事無人搏殺。哦。有嘅病人患啊，佇隔壁，我都唔敢啉水。哦，特別伊人冇搏殺，就破病冇搏殺。搏殺。我想破病人唔搏殺係嘛？有嘅人無。伊人無symptom咪咪叫咩咯？有symptom咪。我都唔知最有symptom還是無，所以我無啉我。哦，你冇搏殺啦？走去浸溫泉，走去浸溫泉。逃避啊！誒，呢個樹啊，你講啊，咱是學政府洗腦啊，咱學政府洗腦，而家樣播殺是一樣嘅 religion 嚟，就唔是路嘅 religion 嗰種。是講伊是 mindful，伊是 mindful，伊是 respect 啦。我明白，特別 actually，呀，anyway 啦，只不過就是我嘅 opinion。無特別嘅環境嗬，我是馬來人，那是會播殺啦，那播殺誒。對，但是因為當嘅話，有時用較先知一個 devoted 嘅 religious 嘅人啊。是講我嘅朋友，我人成我到底做工時有當時我不能播殺是做成個 event 啊，做工嘅物件 event 是，然後有隻 event 我是叫做 lunch and learn， 所以到底 during lunch 是你使嘅 lunch 嚟食了。嚟就學物件 lesson workshop 啊上面，所以黑時咧我人有每我人嘅咧會教嘅朋友咯，唔是馬來人啊，會教朋友會講，我人特別我人最好是買就lunch嚟，伊講免，伊講你人，伊講我人無食唔要緊，你人食唔要緊嘅，伊講第一件你愛，你是講無食嘅人，人食一道咯，你嘛唔是講邊樣然後人食掉，伊講伊人明白你人。成個 respect 人特別，伊講唔要緊嘅講，你說有禮你對着有禮會交朋友，唔要緊，我會使做隻氣特別伊無食係 OK， 看人咯看人，是講有當時政府要做一較 serious 嚟先阿龍講咧，要做一第話數。成個人嘛，我嘛是有食菜嘅朋友嘅，特別我無啲呢邊整食菜，我嘛是呢邊整食吧。I mean， 你是 respect 啦，但是人是講 respect。我明白人嘅迄個 initiative 是係咩物件，但我是 feel 到啦，我個人是 feel 到講，這種伊無人伊唔是一種嘅 respect 啦 ，actually。你特別 respect 伊嘅 religion 啊，that means 講你特別 respect 伊嘅 devotion 咗，唔是你去背伊咯咗。無意思，伊唔是講，伊唔係食，伊唔是講，阿龍講嘅唔是講，特別你講嘅，我人講嘅唔是講。哎呦，伊人未使食，我本未使食，唔是你看，我是講伊人未使食嘛，所以我買到啲伊邊頭前食，安尼款嘅意思。所以下咧意思呢，就是講你特別個人咯，看一人安怎咯，你每一人看安怎。Actually，你就往啲調到位啦，我拄過啲波三晚嘅陣就係樣有 rehearsal 啊物件，係了有一道，即係我拄過嘅數嚟，即係 Quebec 有一道啦，記得我一個查某啦，伊是唐人嘅先生啦，伊就甲迄個唐人學生講，伊講話人播曬點食，買啲拉麵整隻物件啦，我就是無講啦，我哋講，伊哋講咗，係了我係其實是 Florida 啦，那時候無記從啥是 Florida 咋 ，Florida 就 stop you 咋，伊講我，你做咩事為人哋講做？樣唔是 Muslim 嚟，你未使人哋講 control 樣嘅，because Muslim 係樣有 devotion， 樣對的樣 religion， 樣買樣無食啦。你應該做到對你自己應該做嘅物件咗，你教你食咗，because 對人嚟講是一種嘅 seduction 嚟嘛，你教食啦，對人嚟講就是啲 train 掉樣嘅 strength 咗，以前人講過，即係就是你 train 掉樣嘅 faith 咗，你掉啲個買食啦，特別講。
你 feel 到樣嘅 faith 是 vulnerable 嘅咋，你是 actually 是看不起人嗰咋。我就是 agree with 阿龍，就是自己啊，即係 Farida 其實一人到時講，到時講你就會看個人。明做咩事？有啲人是 just good intention 咧，即係伊無錯嗰種 good intention 咧。我係 just 個人 feel 就講我 what for？ because 伊就是被 train 到伊 faith 嘛。如果掉啲唔係你講，特別有人咪 challenge 伊啦，咪 challenge 講。你咪掉啲日記面自己試下講下，我俾隻唔見啦，隻唔見，係你就是只 root 咯，即係你就是只 root 了誒。你若是講平常時你無隻物件，看到來，你掉啲隻物件，你就是衰啦。你是平常時隻你物件，你咪掉啲度啊。即係你是無人嘅事誒，因為是自己啲，我朋友過自己面講成班過誒 ，because 啊冇，係你做麥當勞嘅人啊，就係咪是 Malay 嚟嘅？大家有面做成呢，還是做成呢？麥當勞做緊嘅啦，還是做錯？成個我等我放貨嘅 Jeffrey 咧咯，隻頭尾你冇白沙冇，我隻你隻咩？馬飽，我真係我掉撞領嘅朋友放貨嘅時候，借條朋友啊，你冇白沙冇就隻咩？一隻嘢包出來，佢近啲俾馬包嚟隻個屎，伊部隊啦，伊巴是，伊馬是，伊巴是伊唔是馬來人，伊是阿拉伯人，馬是鄧人，then。OK，講到啲，係你最，當我說即係是較早嘅時候，阿韓拍生阿韓冇啲啊，阿韓是佢較早嘅時候，阿韓對我就聽講，係咯，伊未穿開講，阿韓伊唔知未穿開，伊個是冇比賽嘅隻物件，伊講伊隻係物件冇比賽，伊有影是正 typical 嘅 symptom 嚟，較早伊隻差掉我記。特別人講咪就，伊你頂一刀是delta 成 delta 過啦個 omicron 嘛，伊講 omicron 是冇一個。比賽嘅問題嘅咋？有啊，我咪講是冇嘅嚇。有啊 ，Delta 是有嘅，Delta 是有嘅。但是你對，但是講有，我咪講到底冇啊。對，伊講我咪講冇嘅，而家所比較做落去嘅。伊講 if 啦，但是你當件是只唔冇比賽嘅話咧，你對唔是我咪講嚟講。because 伊我咪講係設得有 criteria 嘅。你若是講冇比賽咧，你就是掉打嚟，你唔是我咪講嚟。伊唔是講 Clubhouse 會，我佢講冇比賽咧是 alpha、beta กับ delta。對，是冇有比賽，類隻有。對。OK。你講是真係堅嘅，所以你唔使講，成話呢啦，唔使講有掉冇掉 ，because 政府啊，伊冇好你 test 咗，因為上濟人掉啊，伊冇安尼濟 test kit 啊，unless 真係冇 test kit 咧。because 黑鬼時啊。I test 嘅時啊，你真猜無 symptom， 我去 test 咪使去 test 啊。當佢一直頭換咧 ，after Omicron，伊講啊，你係人要 control supply 數。嚇，伊就是你啲 symptom 上少嘅時，就叫你咪 test。講你帶厝教甲你 symptoms 無了嘅時，你家 resume 你 activity。伊講大十節安尼咯。特別我係個未好個啊。Clubhouse 上面裝 Clubhouse 上面裝掉，別講 Clubhouse 是可觀。Clubhouse 上面是人㗎嘛？對。未使。個只看掉係咪？但係冇啲個，伊咪冇。拍手我就使要嚟，喂，啱甲我講話，我無注意聽你講下面講一道歹勢。冇，我是問你講你掉嘅經驗，我都講下。但我聽到嘅是舊年4月嘛。所以你掉是今年3月嘛？看你嘅經驗到底你是到底到啊？你是到底哪度？荷蘭講下你荷蘭掉是安怎？你幾時發覺掉？我是呢喺你拜個名咯，阿龍條白表嘅迄隻名咯。特別我條白唔是拜個名啫，我表是拜個名，我啲國際版裏邊講了，我拜六名個掉嘅，拜六早起個掉。confirm，特別你是講你嫌疑，人哋你。我嫌疑，我感覺到成股裏邊心啲，你會 feel 到嘅嘛？我 feel 到我心，但是冇咩好事嘅那時。我是拜個名，阿妹佢後我阿莫姑尿尿嘅啦，然後你咬咗？咬聽。咬尿啊！尿是個大淡薄呢。尿啊！那阿莫姑，我阿莫姑是外口啦，那我個是諗，我諗阿莫姑。哦，tricky 嘅嘅是冇上面嘅嚟哈。tricky 嘅嘅冇上嘅啊？冇上面嘅，嘅是啲國口嘅。有 tricky 咧 ，key 是 tricky 是啲裏邊。冇啦嚇。冇唔是，有人冷是冇嘅。
แล้วลูกกุยจับ人是喙齒嚟嘅，所以喺你華語裏邊講牙醫啊是真奇怪數嚟嘅。係咪未咁我冇明白？嘅是啲外口嘅，明白啊！唱是嘅嚟，唱是喙齒嚟嘅。哦，expose 啦，แล้ว收牙人巴嘅都是嘅啦，一把嘛，一嘅，因為一拖出來嘅數。所以你看你喙齒接觸到腔喎，那是接觸到腔就叫嘅，冇腔就是喙齒。OK， แล้วจะ去講巴嘅，唔是巴嘅，不啦這這399。so 我ไปแล้ว我บ่มีซ้อมมากระจากที่คุณเนาะ so ไปหลักจากที่ว่าแช่起來我就 start หนาวเที่ยวแล้ว唔是我一人เนี่ยว่ากับไว้อัง所以ว่างนอหลังสิแปะเดียวแปะเดียวเจ็บก่อนเลยแล้วเดี๋ยวโจกะกิโจแต่ซะแต่เป็น negative ว่าไปแล้วเลยไปโจนอจี已經是 start หนาวเที่ยว啦แล้ว你อังเนี่ยเสียง我所講出 symptom 想啦。actually 你自己做 test 嘛，你自己做 test 咧 ，actually 有可能伊唔是 negative 嚟咋，因為如果人係 positive 是會做嚟做千做嚟做當嘢嘅咋，所以有可能你已經是 positive 咧，代表伊係你食冇出來嘅咋嚇，目睭看未到，目睭看未到你食呢？我冇 suspect， so 因為我人已經有 it's quite strong 嘅 symptom 嘛，แล้วไปแล้วเลยไปว่าอังอันนั้น講係你 temperature 啊，我唔知學嘅我講。發燒。伊無發燒，伊是較懸，伊無到發燒嘅地步，特別較懸。我無啦。你頭我數到你咪。我 temperature 我是上過嘅，แล้ว特別已經實無爽啦咯，ไปละเลยไปหนาว睇ไป一早起來是食啦，แล้ว個。八月時到有影做 test 出來就是 positive 咯。แล้ว我個食啦，我按個本嚟食啦。你食啦啥物事講下？我腦痛5-6日，แล้ว我是痛個暗暝未困嘅時候痛個青，是腦痛個我青。แล้วลู成日係 spray 還是食按摩湯或啥物食？我 spread sale 咯，你食咩減嘅啦？減嘅呢咯，因為我人家己掉了後，我就拍電話去，我人政府學你去做 PCR test 嘛，แล้ว我人就拍電話去做 arrangement 學做 PCR test แล้ว特別我是拜自己做 PCR test 啦，แล้ว我就打電話講學 GP 咯，แล้ว GP 就甲我講食。Panadol painkiller 另外一嘴，你講如果是腦痛，你就食 special 啦。我講，伊無互你別項藥咧，這邊嘅老官成款嘅啦，伊無想講，馬來西亞、新加坡真濟朋友有時互人 coughing syrup 嘅，所以我無了。你咳嗽呢？你咳嗽？我把你都咳嗽啊！我頭5-6日嘅時是無嘅。我第7日就掃到我規個係你心肝頭被吐出來。你掃咗有痰冇？有痰冇？我冇痰嘅。我都帶誒。阿龍你冇帶啊？你冇痰咩啊？冇痰嘅。Covid 你是Covid 你是冇痰嘅。所以若是講你有痰嘅點先咧，意思就是講佢哋病毒已經是消去了。掉出來㗎啦，而家當然變咗是你 side effect 了，夠有痰。即是成個你睇你就是成個 infected。During Covid 啊，你 Covid 嘅病毒嗰啲身軀裏邊嘅事，你可是冇痰嘅。明白 ，OK。แล้ว我按第7日咯，就 test negative 嘛，我到第10還是11日是個 negative，特別我。頭7日是有影是腦痛，แล้ว痛甲無法拍電話互 GP 就叫我去食 ibuprofen， 冇是上啦 painkiller 來啦，แล้ว食了甲無呢痛，特別 still 啦，但暝困時2-3點鐘就痛了醒起來，過後腦無痛了就start掃個再上無通困2-3點鐘醒起來掃2-3醒起來，我到我當天個掃，我已經是。掃到我嘅心肝頭話都痛了。當今有痰冇？但冇痰咩？少冇痰過。淡薄。淡薄 OK。有淡薄呢。แล้ว你除了頭殼痛，不除了成日有掃腦痛，你有頭殼痛？
我頭殼聽是 when 我 start 掃嘅時，我是掃甲我身骨頭疼，甲我腦後，甲我頭疼。哦。然後你頭真暗啊，阮白了啊，然後如果成個，如果他就要接 oxygen 咯，下啷對是？這邊無甲你接 oxygen 嘅，這邊無食開物件嘅喎，伊甲你講下，我甲你講下，伊已經動咗。我成個叫你家己夾一碗水啊，好夾真夾。這家你夾只出去夾一點嘢回落去你我未看過，邊度要食？正步誒，正就是伊甲你講啊，OK， 你monitor 5至9次節，第二件事你無創開空口，你就是食。食止痛藥 painkiller 啉個濟水啉茶下呢困 rest 啦叫你講安尼款呢這樣咯我已經 call 到 GB 啊然後伊就我講因為我已經是掃甲我身骨頭疼嘛然後我驚嘛我記無嘛所以我嘛拍電話去咯然後又講而且無嘅話，你嗰個介紹我嗰陣去買另外一個藥，伊講 OK， 這個藥咧是互你賣掃安尼樣呢。然後伊講你特別掃嘅，你講啊，這 COVID 掃咧是伊會 last from 2禮拜到4個月，這是個人嘅。我哋是唔是有4個月 ？That's very helpful。有啦，咱平常時無 COVID 嘛是有8日掃嘅，3個月嘅啫。有的人是8日掃嘅。我唔捌。我有拄過，我家己本身，因為我是講搞掃嘅人。我是感覺講，我另外一項，係你冷天着 COVID 嘅人哦，甲空考好過。做咩事？係你熱天嘅，因為我空氣大。大了個愛掃。係大了個做到掃了，冷做你阿莫管，唔是愛掃嗰啲。所以我是 realize， 因為我朋友哦。甲我差唔多上一個時間，伊到新加坡，要麼是兩個甲，麼是一個甲到白白掉嘅款啊，甲我差唔多上時間掉，伊5、6這樣2人就好了。所以我是感覺講天時冷，然後因為有政策咯，然後咱這邊厝有 heater 嘅嘛，咱空氣嘛更加大咯，係較健康好咯。到底係這個有一個這樣阿龍咯，阿龍講你看不豆哥是伊小妹掉先個嚇，豆哥都講你告訴我，我係是2個入去好咯，然後頭2個17啊，17入七 ，OK 過杯啦，然後我頭掉是我係媽得個我 sister 咯。你頭先掉是嘛？你是講你媽得個事實成掉係？是嚇，頭知道 OK。แล้ว你出來頭 OK， 我想頭是你媽跟你小妹掉。是阿妹咧就我係3個嘅孫囝掉。3個嘅 baby 啊，安怎會才掉嚇？是，因為伊個做RTK test。特別有 symptom 冇有蝦米有成個發燒什麼？有發燒。有發燒。OK， 了。後尾咧就8日咧，我就大概做我係腦啊，特別驚痛。了。然就我無法咧，就是我係孫囝有代誌嘛。所以我就使去 hospital 咯。這是你小妹啊，還是你囡仔？你 baby， 你3個月？我小妹做囝。小妹查某囝無好事 ，OK。因為伊本身去嘛，所以那囝咪得伊本身，所以那囝有 any side effect 嘛，再去 hospital 咯。伊 baby 病山啊？Oh my god！ 安怎伊病山上面無夠時間數嚇？唔知影，因為那個無個唔知個，哎呦！所以特別一掉掉嘅是病山啊，唔是龜後啦。伊是掉嘅就是病山。你睇伊前面都講3個月，嘛是只細漢。3個月咯，伊是舊年嘅一個4年，一個3年嘛。嚇死人啊！了。是啦，那本驚，那是無驚咩？那是驚吼，大人掉是無代志，囡仔掉個是一個大部隊，因為囡仔掉吼。
伊袂晓讲，哈哈哈哈，伊袂讲跟有好呢，所以你唔知伊个真坎坷，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吼，伊个有好会晓笑会晓食呢，是不是？所以那个惊囡仔咯，然后就到我就变到厝顶时候，我就做我的 test 咯。其實我的 test 咧是看我的有 positive 嘅 symptom 了，入邊伊嘅紅色無咩病。哦，有淡薄啦，有淺淺啦。淺淺入邊無咩病，所以我就到底是哪個懷疑到底是 positive 還是 negative？你講淺淺咪是隨咗 positive 嘅咯？伊無差不多就當個淺，伊是 positive，伊就出現嘅。啊，不咧就我做兩擺 test 啦，因為頭一擺做了，然後看那個positive 啊，然後我就做另外一個相關嘅 test kit，是相關 negative，是相關淺淺款，所以我實際講都做另外一個 brand 咯 ，after 幾兩點鐘個我做咯，所以我幾兩點鐘做咧，伊是無看到啦，無看到，因為是無。第三個 test kit 就無看到物件咯。我實際就講都 start monitor 呢個機咯，因為迄陣時我唔 start 卡槽，我係手本阿夠了，然後等個就因為我等個我係皮筋直直脫掉。因為我有 sinus case 嘛，所以我係皮筋就開始有脫咯，可能，然後雙方。少咯，然後我就有當個就特別器官 killing 咯。哦，所以你有發燒啊？有器官 killing 就發燒咯。我發燒，然後禮拜我就因為我在面後我 sister 嘛，我 sister 喺 hospital 嘛，所以就準備面後伊。喂，你 sister 到 hospital 是 because of COVID 本啊？冇，我 sister 喺 hospital 一個就細漢囡仔，因為一個嘢 baby 一個驚。對我的因為伊冇點病生，所以特別驚。特別 monitor 特別積咗，個老掉看咗。看到伊個到底有蝦米問題啊？因為咱在邊個做是無問題，時間佢係在發生代志，所以咱本該懂啊，所以就講你better拿掉咯。所以那就 prepare some 準備物件我 sister 咯，hospital 伊個未使出來喎，伊個就掉啦，未使出來啊，因為 COVID ward 嘛，COVID ward 嘛，然後就入面又可以咯，入面又可以，因為個未使起去，個教學 security guard 跟人家起去，你睇下我又學 security guard 啦，是才起7點啦，而家今年點4點幾個教 sister。哦，你是就點先？計嘅對去。我唔知啦，因為伊是甲我講好是因為愛合個了蛤蟆物件，合個了蛤蟆人嘅物件，佢哦，做在去搬。OK，明。所以我就睇去，我就去嘅陣時，我就冇做咩物件。因為是 security guard 係人在嘅，佢而家伊就去去上嚟講下，伊反正伊冇 security 而家伊 hospital。security for也係冇影，所以我就睇見早無出嗰陣時，無出門陣時，我就做我係saliva test 咯。佢就寫到已經 show 㗎，佢話有嘢紅色部分已經硬了，所以我就講實質講俾佢我做 PCR test 咯。所以我就在個 hospital 以後，我 sister 了咧，我就佢去藥房做 PCR test 咯。PCR test 了咧，我就轉咗出我就 quarantine 咯。哦。然後我 quarantine 了咧，嗰陣時我媽都講我 sister 叫，所以伊人就佢經出咗㗎啦嘛，所以我媽都就冇那房間我就係就冇塞住啊咯，因為你媽都 OK 啊 symptom？我媽都話都是有咯，瘦咯，冇講食特別食啦 ，because 我會食人，冇 OK 啦。人個無驚，那驚是驚我，因為我有 high blood pressure 嘅 case 嘛。OK。那個驚是我，因為high blood pressure 嘅 case 發翻當時人哋要講厝嘅咧。所以人我就做 daily test 咯，一個兩擺咯。check 你嘅 blood pressure 你 oxygen 你 body oxygen level 然後有咩你食物件有鼻塞無還是你有鼻著邊嘢無咯？所以我就做緊啦，係咪是冇代志？然後 after 第3工了咧，我感覺到我鼻胃就鼻驚。
哦，但 maybe 唔是掉 Omicron 咯 ，maybe 掉 Delta variant。我 P.W. 我 P.W. 真正是 P.W. 無明嘅，因為吼，我係房間有一支 provis 啊，我係 P 啦嚇。啊，冇行。我 P 袂到伊鼻數。成日我每日招，定至是我每日招講你幫西鼻嘅，講冇鼻鼻對幫西鼻。啊，不是講講幫西鼻冇鼻數，我是到底唔知我這是幫咩鼻嘅，然後就因為你解別不到 KKM 啊，就講你有蝦米嘢冇，所以我就解講我 PA 就鼻數，我執面嘅，因為我執面嘅有拉塞到啲㗎鹽㗎酸㗎蝦米嘢嘛，所以我執面我就係。你 taste 你冇 smell。是所冇 smell 嘛，所以嘛就係嗰陣 report as per normal 咯，講他嘛明 everything 幫 no 咯。我頭 start 嗰陣我是 category 2A， 係咪嗰第三個，因為伊有即係伊有 symptom 你 keep 啊，頭嘅 case 啦，係咪人是 2A？ 梗係人是 2A。大家人不是2A，個了。Is it based on the symptom 嚇？ Is it based on the symptom like categorize？ based on symptom。and then some 我嗰時 high risk 咧，so KKM 我直接 SMS 我叫我過去伊嘅 center 嗰陣 check。但我冇過去啦，所以我過咗第四間我就落 keep 去 category 1。哦。所以就等我應該就冇個臭啊咯，所以我就佢哋佢點解3個5號啊，是不是啊？是3個5號。你咪是新加是，冇新加貴啊，新加唔掉。所以意思叫我 quarantine 1禮拜。哦 ，OK。所以入7號加5號。所以我入8號我就入我 research 我就教我 manager 講教我點樣人講。迄陣時我做工嘛，我講我做半工，個後我半工我就 apply MC 加4號咯，所以我7號我就轉翻去 office 咯。然後我轉入嚟 office 後咧7號就教我第一次數冇對哦。嚇？係咪？講佢走我聽唔到。我第一嘅數冇對。哦，第一時間嘅數冇對。伊啷大聲一間厝啊？因為伊是叫 baby 嘅媽咪嘛。我聽到伊講伊 table is， 冇，伊嗰時鵝嚟，伊 table 嘅小bør。table 嘅小唔對。特別你小唔係大家人嘅厝啦。因為伊嚟那陣時，因為我冇得掉啊嘛，所以 baby 冇人過嘛。哦。所以就係講嘅 baby 咯，所以就，and then 伊就嗰時叫 baby 最近就去 hospital 咧。嘅 work 係嘛？嗰時 COVID patient 嘅人嘛，然後 COVID patient 嘅人一幫我嘅 niece 啦加一個 category 4加5嘅 patient 最啲所以你安怎會當無幫攝，安怎會幫攝呢？然後伊個無食物件，所以應該是幾個人攬去咯。所以掉，所以改驚啦，變咗伊家己到底邊。所以我哋電話媽就。然後好啦嘛，冇代志啊嘛，所以 baby 就教我媽就教我 sister take over 咯。哦。所以我媽就本身我因為我是 high blood pressure 嘛，所以。所以你其實掉嘅是你講你頭掉嘅是你小妹嘅你媽，即係冇上嘅小妹。這是第大小妹。即大小妹掉，特別你嘅有囡仔是細漢嘅小妹走啊，會驚。OK， 明白了。所以我掉嘅點先咧，就是發燒咯，會起寒氣冷，嗽。我鼻腔直塌掉。and then 但嗰度是頭就一輕款啊。輕光光咧。and then 講講，and then 我個直直流汗，因為發燒啊發燒咧就變咗直流清寒，所以我係破琴啦。直接抌。一工就換，冇伊抽鼻掃。哦。所以聖誕翻到所無都好本好未完整咯，因為我無剛剛，因為我剛剛加做面嗰個跨到半年，定係班嗰個跨到半年。Post COVID 聖誕就是我阿住我係 flu 嗽，然後我係鼻腔直接阿住痰。
皮康老皮是吧？就如果皮康个，我皮是留去那边，因为我sinus station 哦，所以变做有痰啦，成日痰。是。OK， แล้ว我是你媽甲你孫仔，你細漢嘅 baby OK 未？孫仔無都 OK 了因為都 actually 是我 sister， 我係想買出來去做 another RTK test， 俾doctor講吼，已經講吼，今仔咧 normal 通常咧10公斤後咧都無代志嘅。俾 baby 無都就無都活動咯。我等我上個點不一樣，看到back to normal 啦，下讀邊係定講對 normal 咯，然後咱係普通，咱係大人咧就最直瘦咯，flu 咯。你問這定嘅係咪掉個人成個阿龍應該是本有瘦本有 flu 咯，是唔是吧？都淡薄。但阿龍你掉了手尾人咋講下？我手尾就是我規身骨痛咯。然後身骨發紅我係 case 下，我有certain part 吼是暗瘡，係咪什麼咧？冇啦，生暗瘡。生暗瘡，伊生咧整隻骨啦。生暗瘡。我陣間咪生瘡，我是生瘡。哦喂，生瘡就面是講是變波後，實變波啊。比我先那個 area 嘅班伊家講吼是無能耐。大啦，好似成粒把啦，無能耐，伊講無能耐，比我今年個卜接起來。到底得落去邊啊？是身軀？certain body part 啦，別使就 close 啦。卡嘴坑。點樣講旺仔咯？即是卡嘴坑咕咕焦啦。伊別使 disclose 就是旺仔咧。OK， 是焦內。嗱，body 入邊 body certain part 啦。身軀零頭。特別正常嘅，伊是講伊身軀裏邊有 certain part 是較 dry 咯。其實邊都是講咩嘢冇？個doctor講咩？你睇doctor講咩嘢咯？doctor講吼，這是正常嘅，因為吼，伊有查某 patient 咯吼 ，after covid 啦嚇，伊薄薄嗰定有生一隻，冇啲生一隻起來。伊是一粒呢，成個碰盤嚇呐。是隻入邊吼是成個你查某講嘅咯，紅瘡哦。是有必是無能耐。acne。無能耐，無定定生起來咯，因為吼，伊是好 before before covid 啦，是無物件咯，伊個薄薄嗰啲無物件咯。必 after covid 啊吼，伊無定定生是入起來。抓咯，伊裏邊有抓嘅。ว่าจอนอย่างไว้กี่คนเนี่ยหลังเราเนี่ย before ว่าขี่ 你會講咩 before ว่าเจ้า before 你กี่คนมันก็ before 你กี่ before 你กี่คนฮะไม่นะมันจะวัดโชว์มันใจกองไฟเมียว未กี่啊？你嗌คนเนี่ยไอ้กี่คนนะ before นั้นเราสังกัดกองอุสาวละอุฮามิมิเทียละจะว่าเทียละที่ปังว่าแต่มาขี่ชุดก็ให้ได้ตรงเยี่ยมวยแล้วอุขี่ซิวเดียวห้องก็เรียกว่า wolfberry ก็เรียกว่า wolfberry เรียกว่าบิจ้าบิจ้า100 gram 嘅力道。對 ，sorry， 5粒嘅蜜枣。不，5粒嘅無花果。無花果 ，wolfberry。OK， 5粒嘅唔是是種老白講。大粒嘅啊。種嘅伊是粒嘅。伊唔是大無花果唔是一粒定咩一皮？對。wolfberry 咪是杞子咩？唔是，杞子唔是果子啊。果子 berry。咁條杞子我成日往地直立啊！這是 tapi wolfberry 是果子 berry 嚟。wolfberry 特別你是講是無花果啦，無花果。伊人講啦，我係 Google 就冇無花果大粒嘅，伊成個我咁啲，成個手頭咧大粒，冇啦，橄欖枝啊咩啦？咩？無花果唔是無花哦 ，sorry 我小羅漢果，never mind 我小羅漢果 ，sorry 唔要緊。無花果是咧，你咱食是到底，因為一個紅果到底個口誒，咱食物件是。哈 ，OK，看戲嘅時講嘅，講出西，
無花果 ，OK， 無花果。蘑菇，伊是毋是食啊煲目睭誒？對，等。無花果5粒，蜜枣3粒，了1 liter 水加100 gram 嘅迄個綠豆。綠豆。嚇，也去補。無花果嘅止咳，了即個叫咩嚇？綠豆是解毒，แล้วก็有別咗呢是可以保你冷，保血，嚇保你血，然後1 liter 嘅水買 ml 隻，只4隻。你1 liter 一隻多幾？一點鐘就好啦。Satu kali 隻個了1 liter，還是幾隻？慢慢啦，等水隻啦，等水隻。熱冷冇要緊啊？伊只會10個人，10個人。喂，主要這都冇啲。冇，你嘅portion是點啊？好幾人啊？1 liter 咯，一人啦，一人嘅隻。一人 OK。所以2人你就會 get double 嘅 recipe 啊。1 liter 就少啦，大哥。1 liter 就少啦，1人自己就啉了咯。對啦，總買 ml 啉啦，買 ml 啉。嚇，就是試啉，然後個有亂的嘛，食咧西藥嘛，然後講化學講濟啦，然後你食一個物件個 OK， 嚇，然後伊即是同你講嘅啦，但嘛啲可能讀教嘅時候咪聽啲濟被選入來。OK，so good night。感謝我嘅毛毛先生。OK， 感謝。毛毛先生。Good night。拜拜。了等陣，個全部講到，白讀誒。後邊 clubhouse 個人哦，對誒，對佢要 share 經驗誒。我無被，我已經講啊嘛，特別我有步槍。嚇 ，Adrian 呢 ？Adrian 蕭劍虎無講到喎。你講下先，你步槍先，而家靠蕭劍虎講。OK， 所以我被講時候，唔係想講人，真係人想講。掉了嗬，路無呢用掉到東嘢嘛，這是無掉掉嘅，因為我掉嗰時是 COVID party啊，我規個 office 我點我3人，同我硬4人，係啊，有那是 COVID party 啊，แล้ว拜五我過去開羅嘛，迄日拜五，迄個拜五，我開羅Egypt 啊，你是去 Egypt 啊？嚇？你去 Egypt 啊？Chiropractor 啦，Chiropractor 啦。開羅去 Egypt 啊！我講開羅，我話去 Egypt 啊，這個。我是去 Chiropractor，所以我去 Chiropractor，我本攰掉，我人攞本攰頭，嚟 Chiropractor。然後我 I think 我 office 真係人掉本，所以 super spreader。有啲是 super spreader，因為係我掉係禮拜嗬。我係一個 German 嘅，另外一個你過來，我 suppose meet 伊嘅，所以我看病我嘛無 meet 伊咯。你甲我講一段去啊，伊本一條，所以是 super COVID party 就對啦。我別講是我係 team 嗬，另外一條，伊甲我白白條就是阮3人啊，一個 UK， 一個 Germany， 甲一個我荷蘭啊。伊定年4月已經掉咧就，伊是掉頭一個 wave 嘅 ，OK， 然後伊好了過後，伊個拍 booster 嘛。然後你看一來搞成，伊個再掉啊，個表驚一掉嘅symptom啊，甲食啦過我，一搞甲今日個也袂好個。所以唔係想講，我別講是唔係想講，人掉過啊 ，technically 啦，伊 theory 就是人講，人掉過係咧病啊，人嘅 immune system 會變較好，然後人會知道掉是應該是袂掉安尼解嘅嘛 ，in theory 應該係嘛，特別一個 COVID 是無 guarantee 嘅，因為一直變嘅嘛，所以你可能掉過一道啦嗬，會知道你掉嘅是迄種一樣嘅了，所以無 guarantee 講你會知道掉嘅時候無安尼食啦，冇無 guarantee 講你掉了過後袂掉。對了，食短嘅時間內面無掉，這是無嘅。我買到一個是掉，一掉是 Delta wave 是掉，了Omicron 是個隻掉。不然佢叫我補充下，其實咧，人講啦嚇，我唔知影是真定假啦嚇。人講是，你若是掉了保留掉 COVID 嗬，通常90個內邊你是無咩會掉，你是無咩會掉嘅。After 90天過後咧，佢會掉。And then some more 是 depend on 你係咪 variant 咯。成個所以個個身體嘅可能是伊是掉是Delta嘛。
是不是？Well, first wave maybe alpha 嚟點。maybe 是冇所嘅時候未了啦，特別 of course 掉嘅意思講90節啦，你應該都是未掉嘅，應該都 immune system， 特別像我人冇是講嘛，伊 virus 變一兩咩嘛掉，所以可能你頭一個到你把你現掉嘅時候你係 original 嘅，未變整過嘅，然後你狂飲嘛，你第三季節你去拄到係你較香嘅。哦，是你90節啦，你冇有可能會掉嘅咯。我別講嘅 point 是安尼款嘅。我知你講係咩？我講嘅就是吼，我講嘅就是吼 ，different variant 吼，你未必會掉，若是什麼 variant 你未必會被掉。哦，唔知，未記唔能講。我俾問一個 Gilly 講咪創一個 topic 咩？Yeah，hello。你掉哦？我冇掉。當劍掉啊我10個更before this。10個更是10個字，跟住10個號。10個字 before this 我掉。哦，兩禮拜整嘅咯。Yeah。哦，你按照你是到到咯，你當然到到咯。我這個大厝咯。我知你大厝是到這世界到到嚟。馬來馬來西亞嘅。你蘇邦在樣子。OK。แล้วรู้ใจ你其實到底到落去掉，在到落去高掉。我是想是the office because 我那 office 哦。Half of us got it. That means. Tapi, but 我 boss 講唔是喎，講是外口，我諗唔知啦。你掉嘅時候，頭嘅時候，按照你在掉，什麼 symptom？ OK， 我是但我介紹掉伊個你，頭就介紹掉伊啊嘛，一直對，OK。你頭發燒了？頭發燒 ，and then 有淡薄腦痛 ，and then 淡薄流鼻，安尼款咯。and then 我做 test 咯，做 RTK test 咯，家己做啦 ，then positive 咯 ，then positive 了 ，then 嘛company protocol 咧，就是就要去做 PCR 咯，係去做 PCR，then PCR 24個分鐘以後對嘅 result and then 講 positive 咯。OK， 但你掉嘅是你唔知你就掉對嚟嘛？所以你講你有 symptom 咧，你過嚟 test， 你到處嘅 test，home kit test， 你就 test 頭一擺就 test 到 positive 啦。其實你頭一日有 symptom 嘅係咩 ？Actually, on what test positive 第一道是 Sunday 嚟嘅 ，and then the Friday before that 我有 test 到，但係佢 test negative。特別有 symptom 啊係？佢是冇 symptom， 特別我有 test。哦，做咩事你好險走去 test 咧 ？Because why 啊？我未記得 why 啦 ，maybe somebody。你成日聽到唔知撞掉，你去 test 你唔是成日食燒拜個 test 下呢？你是聽到人掉 ，OK。And also because maybe 拜個我 maybe I 去做人I 去 a meeting or something so 我 test 咯，so 冇掉咯 ，Friday 冇掉 ，and then Saturday 有淡薄輕了，我 body Saturday night Saturday night 困袂爽安尼款 ，and then 我就驚啦，我就講 OK 啦 ，Sunday morning 我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我就 test 咯，test 就 positive 咯，OK， and then 你講 and then 我紅本 test 喎，我 positive 啦，我紅本 test 喎，特別我紅冇喎，negative 喎。So far 冇啦。so far 冇喎，我
我 one round 掉了，然後一個我10日了嗬，7日哦，伊本無掉，嚇，伊本第幾 test 本無掉。你用拍針嗎？有啊，我人拍3支啊。迄些唔是有人就是伊個 vaccination 有人會驚，有人驚無得久，咱個人無像。所以變做有咧拍掉，我是有袂掉咯。我們都係只濟，特別我個少驚個啦。我成日出外邊，若是講我是 public 嘅出去外口買物件啥物，我不是穿條 mask 嘅。特別人下邊 Asia already 穿 mask，見到這邊美國，人就講 OK 無政府講無叫人穿 mask，哇party頭 mask 㗎啦，我咪穿 mask 喺度啲 office 㗎啦。我冇想，我這邊冇這想，特別我still驚死。我冇驚死，我就請。對我嚟講，我都是請教，我都要出。對我嚟講，唔是講一大問題，所以我直頭落請掉咯。蕭劍湖咧？等陣，你會講後面個我唱過嘅你？Sorry， the reason 我想是我啲 office 就是講 ，because 我 office 我有家己嘅房間。then 我若是伫內面房間咧，我開門啦。then 我伫內面房間我開條馬先喎。哦，好啦，我有當時成講我到底我家己 cubicle 冇冚嘅嚇，我是有偷來接物件啉水，特別我 usually 是冚掉。特別當叫 Omicron 個別講 Omicron 都冇插入伊 ventilation 較冚淡薄呢，伊成只應團嚟團去，應該。即係嘅蕭劍湖路掉蕭劍湖。有我就是對，困去了。你困。蕭劍湖我記啊，我記你講掉到啲 clubhouse 時，你甲我講，來等我幫下你先。嚇，來。報名就了，你講你嘅經驗啫。我是 actually 是我帶我囝為目掉的。哦。我囝去安去個 daycare， 伊邊有啦，那掉了伊。你囝幾歲？掉，我囝9歲。了我伊頭一日掉咧是伊發燒真正懸，39.5。所以阿妹是我是甲伊困咯，我顧伊，了我知講，但就是應該是掉了單調了咯。所以第4日我有 feel 到 body 行，了我 test 了就掉 positive。了你安怎知你驚掉呢？你有做 home kit test 啊？還是去 try kit test？ 伊是淡薄發燒，早起困醒淡薄發燒了。因為一 case 愈來愈懸了嘛。你還是在講伊個 daycare 邊有人掉啊未？有，前幾若日本有增加1人。哦。所以你家己，你頭先你講嘅是你隔out就話，你講你是到厝家己 test，還是出去即老公厝是有幫嘅 test？ 大厝 test 了 positive 咧。OK。R 咯。哦，係咪 R？PCR test。PCR 到厝嘅做 PCR test 咩？冇。大厝是啲係你 RTK test 咯。哦。係你新加坡叫做 ART。哦，了你 test 你會驚掉 positive 會 test 出來，還是你第4日是你家己就有 symptom 啊？對。然後你出來別人呢？都出來時我就教我囝兩人 after that 隔離，就隔離咯，住喺房間位咯。哦。了你出來，咁我記你出來嗰度8嘛，嗬？對，我出來真濟人嘅了。頭時是無事了，過了6日，我嘅某甲我嘅媽掉。哦。了我嘅囝2歲2歲掉。哦，你這是大漢嘅先掉，了可能是2歲本掉，對甲你某甲你媽。掉。你爸無掉？有，我嘅爸咧是過了，唔知是6日後。我爸個掉，哦，
寄起來直我人規家口quarantine俾一個月了。掉個了啦，佢掉個了啦，規家口。哦，了你爸母幾歲嘅？我爸母是70幾歲咯，70歲㗎。但 OK 啦，掉是 symptom。我人較擔心是我爸，因為我爸是血管啊，心病啊，嗰啲有個了誒。我爸們想。了就是好彩伊好了，特別伊得較久點時，伊人應該是10日symptom無了，特別伊愛2禮拜較加啦。2禮拜較加，哦。特別伊無講緊，伊免講去就去 hospitalize admit anything 啦，伊都存可能啦。so far 伊嘅 symptom 是真正來，因為伊發燒，講還未發燒，伊是成個30。哦，無毛呢，無講真正熱。了有加燒，特別無啥物，人較閒啊，反正。所以伊嘅 category 本無起個樂觀。哦，係。你本是有拍針啦，有拍 booster。有拍 booster，伊是 Pfizer 嘅3針。好似寒到啊。特別就我是感覺到，若是愛隔離嘅哦，重要是講。迄個門莫直直開，你最好是講下一個桌頂，也是烘物件，當門外口。了，你愛烘物件下了。了，迄個桌頂位了，迄個門愛開嘅是愛講無人到迄邊就對啊，因為你開門，伊個風會掃入來。呀，你追起來你外口，我若啥 Omicron 你就對。即 BA2 佢。比 80% more contagious 我讀到，過 BA1。隔離是咪去啊？啲佢哋隔離房間外口。就是講我要隔離後，我就是拍死隔離啲無相所在啊。I mean of course 出來啦，你避啦，你別成講話一頭 bye， 走去學掉大。你是講你有條本你隔離，唔是講你目睭無看到，就是刷了呀。你開門開門嘅時，空氣本嚟會刷來刷去。對。了我個前面教我每樣就是 before 人看大嘅時，就是你人會到處做 test 啲 RTK test 啊，新加坡叫 ADL， 不 ADL 是飛機 ART。是看你用蝦米票啊？得咯。我是 saliva self test。OK， 所以人家了是用奶啊，是有別行惡別行本嘛？我是用別行嘅。奶係講緊準嘅。阿 John， 等陣，等陣啊！等陣，這裡你講489講嘅是 saliva， แล้ว阿龍你講咩？แล้ว可能是我是鼻腔嘅。我是鼻腔，你鼻腔你是特別，我去 test 鼻腔，我 test 到呢啦，我特啲 drive through 嘅 test， 伊是叫我，伊講你免吐，安尼黐咪甲我講，因為有啲人再講看到是隻黐咪，講你吐到下邊有一條 line， 講你看到下隻 line 去都對使行啊，伊講你感覺到夾帶所在咯。伊就話講你免做嘅時間，你特別你 news 看到有人 nurse 講，是話是講有成個 nurse 做好你嘅樣嘅 test 會刷無相嘅講。我係時就是 nurse 用嘅 swab 嚟咗，就是伊迄一張嘅迄個覺得乜啊，正是錯嘅，伊要一山嘅做咗是要嘅下山嘅，所以伊間女嘅。แล้วโอเค所以大媽啊，即係就講10刀嘅啫，因為練10刀，正確練10刀。哦，對三級叫路嘅呢？荷蘭嘅是干那偏講嘢，所以伊嘅上加伊來點解來成番咧咯？伊個伊迄一支吼，有一個墨鏡嘅就係伊有甲你講 ，OK， two until here， 譬如講two until 下你款 ，which 你鼻腔迄邊條 area， 你就講 left 10刀，有by second 嘅啦，伊咁講10 second。count 到係咩啊？count 啦，然後 right。一直殺住我，你先咪急集。然後下期你咩念就幾聲先我嘅。下期你嗱，你呢一個叫做 I squeeze
squeeze 唔知幾刀安尼款呢？啊，對冇，你吐這個你腰嘅位置啊，你特別拉十刀，係咯，用手仔㗎，啊，見地，都佢用手頂啊，冇係你plastic 嘅罐。啊，你掟，through plastic 嘅罐啊，你掟啲一個燈筆刷出來，可以刷出來。哦，我想講你夾手當伊個 bra 伊個毛啊並冇，你是 through 伊罐啊，變成寫手成嘅，手變成。你對到底指伊個罐子緊嘅對伊個鋼筆係咪？鋼燈筆嚇，可以面嘅刷出來。OK。你講愛訂幾刀？我冇做過 home kit。我係 CD 啊。啊咧，sardine 啊 ，actually standard 是 sardine。哦，我是bằng CD。當見你講佢哋有毒，佢伊 liquid 有毒嘅actually liquid 是有毒嘅。嚇，所以講四字。咁咧，伊迄邊有試下叫老麥當咗係。然後愛是。呢個 poison 嘅攞四字特步。我格嘅兩嘢，我估流掉嘅咗。你留嚟做紀念啊，把它被鑲起來嚇，還是你被背？我包起來就，我有一個白色被包起來嘅。你是被背，係咪你寫人嚇？阿龍用過。是我講有嘢，你就係要學攞一個 disposable bag 嘅哦。我冇嘅。當機我start時我頭一刀買古早買嘅時有嘅，當機買嘅時冇咧。咁樣是就簡單啲咧，細包咧就冇。因為我講啊，Korea 有一個小大包咗，伊唔是小嘅啦，但伊是小嘅。伊做咩事咗？伊是掉咧啊！掉伊唔是起小，但係是小大包嚟。OK， 伊有只，但係就一人去 criticize 咯。伊是去掉 COVID 呢個鬼啊！伊去買伊嘅 mask 都做。呀，不可能掉啊！就是伊唔是害人咋？伊是講個就病了嘅。你若是要掉嘅話咧，你是講邊一個嘛？呀，你是愛關咋？掉了，你看。伊就是因為安尼款了變成門咯，人就是講一條小大包。哦，我一條咯，因為你就說，哎呀，因為韓國政府何者就反到掉咧啦，係咯，當今，但係你就說，因為但係我講啊，唔想是無講真係嚴重咧，因為過年啊，一時直接嚟譬如40萬嘅 case 咗，就經濟上是60萬嘅經濟上是，跟住暫時。我這邊是70。特大節60、70人嗰時候，70萬啊，60。哦，70萬，荷蘭我呢係人咩？荷蘭係幾多人啊？我看隻70啊是60千啊。都是70千嘅，就70萬。Daily case 啊 ，daily case。6萬啊，你咩6萬7萬，唔是70萬。你70千或是70千或是7萬。60千啊，60千。60千我是60萬都咋，6厘毫俾。600千嘅是600千。我是600千都係6厘毫俾咋，就是講啊，就是講變咗當今是韓國裏邊啲嗬，10厘人裏邊有2個人掉過咧，咋。所以成日人掉嘅，所以有嚟人就講啊掉啦冇數嘅嘛，啲厝裏邊休息1禮拜，係咧佢哋世界政府又分個咗，所以有嚟人是很少，有嚟人是很少，所以第三個要大波走去買嘢 mask 都咋。小我咯，小。咁阿龍，你能會使 clarify 咗，即係你能講嘅你 number 是cumulative 嘅 number，嗰是 new case number。見節60千。新嘅 number。16未接 new report。真係16未接少咯。Daily new case，daily new case。16你係冇丟你攞。哎呀，直頭冇 test，所以冇 test 咪冇數咯。冇 count 本。冇 count 係啦，冇啲事，即係60萬事，有 count 嘅咋？即係有 test 啦，有 test 都錯，所以你 imagine 講冇 test，誒，即係估唔到。誒，如果有人，若是講冇 test 啦，若是講你驚你冇 test，你就會誒，唔知20%定冇 test。因為咩你人講你看咩國家咯？你國家看嘅都常常 test 啦，特別國家，我諗是。provincial 嘅 government 嚟，所以我大會當今咧，伊suddenly講買 test 咗 January 嘅時，一特人講 criticize 個亂 ，because 你冇 test，你咪真係有掉冇掉。我咪講，你先講你自己 test 啊，到處 home kit test 你 test 了，你買部嘅曬本嘛，所以入面冇靠嘛。你買部是印尼沙來，印尼沙來，是叫你部 encourage 你部呢，所以你是特別部，誒，其實我唔知邊個係啊。我唔知邊個掉咗特別去大埔，我唔知。伊朗有 throat 嘅攝影，對晒用拿拗靠嘅。哦，一部攝影。我係其實我係家己人嘛相反，
伊叫了吼，伊家己拿出隔离，伊无去播。你嗰時你在攞掉了過後，你咪自己參人啊。แล้ว你冇去開隻大，你冇去晚上開隻大，就準備掉去尖話嘅，係咯。我唔是只是嘅走啦，我是掉起就是炸，我睇起嚟是發燒嘛，發燒我咪走去訂咗。然後我就點數我走去訂咗就，我拜四啦，我公司出現頭一條查某掉咧就，所以我頭嘅是拜四阿妹 send message 嘅啦，人講拜五咧，人去做工咧，人嘅了接波段咁上好段處了，當時炸機橋嘅了 laptop 咧，橋嘅了物件啦段處了，人哋接落嚟係一個禮拜咧，人面做工嘅了啲處裏邊，人哋人 already 有頭一個 case 了。所以伊頭一個 case 佢啊，我唔 expect 到第二個是話，我唔 expect 嘅。哇！恭喜！對，我拜個名我就夾大咯，我攰先估，我感覺到something is wrong 噶啦。所以我拜六早起咧，我就做 test 咯，佢啲出嚟咩？我起來時我啲頭痛喺度，就是一種破病，係一種嘅早起起，就是破病喺度，唔知係咩，唔知係病咧。我就做 test，我做 test，而且我就驚啊，我就 because 你都知㗎啦，無管伊是係咪數本好啦，你會好本好啦，你本身特別就是無好嘅數嚟嘛，破病就是健康嘅嘛。我唔係咯，我早起我就 test 啊，我啲冇隻 N 啊，就啲嘢 CD 都冇隻 N 啊，冇糯苗呢，一頂頭一隻硬爽出嚟啊，就我就 already 起啊，所以我就有硬爽咧，我就緊張，我唔知我緊張本啊，我冇把你 test kit 就我喺度近喺一嚟夾一嚟啊，就所以講我特別標咗，我當其實就橋。你我每一朋友，我譬如講嗬 ，actually it's okay，你債了嗬，你度買啲冷嘅所在，你包家己起來，你買啲冷嘅所在，自私嘅行啦。所以我咪走去買，或者我佢會咗，我佢就我講我有可能掉咗，係啦，迄啲面試是講，唔要緊嘅，你過嚟，何類啊？因佢因為嗰時就平常而家就，你就必須你冇法度嘛，你度嗰時係，因為冇法度，我啲是面試嚟，所以我走去勞管處嘅當時啊，我 already call 嘢，我講嗬，我應該是掉咧 ，because 我 home kit 是 positive 嘅，你講，但係你同你哋俾過嚟啦，你過嚟我學攞做隻 PCR test，做咗過後你日要，或者你斷處，或者你度隔離一禮拜。然咯，我企隔邊，我企啲搞得企會咗。如果 Mr 呢邊企呢會，你做幾多過嚟？特別你請教馬莎，呢邊嘅，你過嚟嚇。你請教馬莎啦，因個咧好似程超浪嘅咧，咁邊間你過嚟，所以做嘅咧學話啦 PCR test 出嚟咧，我唔係是 positive 咯。係咯，哇屌啦佢又啊！禮拜我公司出現另外落嚟啦，所以第三禮個第四禮啦。拜一第二個嚟了，所以我公司是頭尾接掉4節裏邊咧出現過嚟呢條咯。哦，特別人家嗰時未講話嘅啫，又唔知點算。我啲先人，我 office 10個人呢，所以有3分一條嘅咧嘢做。所以我 feel 我講潮就講，小嗰時到底是咪做工啊？所以講攏鬧聽咗 ，because 恁爸冇鬧聽嗰陣，我頭嘅 call 啊嘛講話，你會講話，我會講話，出你事你嘅啦，未講話咯就講，我真係正未講嘅是假未講嘅啊！嗱，我講你鬧冇聽咩？冇完全冇聽，都佢唱歌同佢出去唱 opera 嗰陣。如果開班個，俾你學嘅，我成日就講嗰陣。特別咧，我本是近嗰本，因為一啲流片啊，夾哨啦流片，我鬧冇聽，特別夾哨流片，係咧有條咁嘅聲嘅，係了，我是辛苦發行咯，我辛苦就聽。都係頭start嘢嗰度掉塔呀啦，你片講。對，我頭片喺度拍咧，對。啊，邊度冇鬧聽？冇，完全冇鬧聽，完全冇咗，鬧架底本冇咗。哦，架底本冇啊？架底本冇，我鬧是正常嘅啫，特別我是條咁嘅聲咯。我有受冇？哦，我受過同嘢顧受個。啊，是啦。所以我突然間我走啲俾你執個 B 見咩？曼努加漢尼啊，佢是叫做嚟介紹啊。我是受我是受鼻腔叫塌發燒，我想翻嚟。你冇鬧聽？你講有得嘛？頭聽 ，after that 就冇咩聽了。哦。特別我是阿龍是冇聽到，阿龍是你 practice 一直時，要未掉就啲 clubhouse practice 㗎，掉㗎時，所以一直掉，伊 exercise 咗伊 muscle 提示伊嘅腦嘅。對啦，所以有人先講潮嘅話問書啊，先啲 analysis 出嚟嘅咧，講話我諗你講分掉嗰啲講話。開板，啷驚鬧聽人唔是紅布好，啷唔驚鬧聽人嚟 clubhouse，啷去邊咧學見.com/clubhouse。
阿 John 我甲人講嘛，我有 Schrödinger，等你講啊，即係波咁啲講了，叫你講 ，OK。我講我有 Schrödinger COVID，because 我唔知 ，it is both 我有掉 and also 我冇掉 at the same time，because 我唔知，我有嘢是唔知 ，because 我冇 test。有嘢係咯。誒，你冇 home kit 嘅啦，厝。冇吞嘢，依個40歲 and above 夠有吞嘢，係咪 home kit 唔是俾啊？咱冇去farmasi 咧。我嗱是搞咗政府管，啊冇我早就去嘢了。我咪食俾，就佢嘅老本是俾咯。極少話是冇吞去俾。啊，嗰啲，我是，哎呀 ，sorry， 我是喺問嗬，有人嗬去拍第4針冇？袂當今嗰啲，啊頂巴魯嗬，當個啊，個巴魯是下班人第 max 就是 booster 頭一針呀。到當今是 Pfizer 巴魯這邊啊比較啊 ，Pfizer 巴魯加recommend 第4針。哦，特別伊人是講嗬較老人較 serious， 掉了有可能較 serious 嘅人先拍咯。後邊阿咗我當個就係我嘅 case 啦嚇，是因為我有拍 booster，所以我係真正係甲無面坎坷。啊，所以我是冇拍 booster 啦嚇。我別講嚇。冇啦，即係物件冇100%本嘅。所以是 individual。特別佢theory本是對啦，就是講你有拍針，有拍 booster， 特別咱唔知嘛，咱唔知啦，就咱咪去 try 無拍針，咪去吊。你有暗病，或者你無想攞一幫到你暗病嘛，對唔對？特別當今嗬 overall 啦，美國到底 antibody 嘅就係美國到底美國接 hospital 人有接落近厝人啊，吊了有接落近厝人 ，Omicron 嘅尾本last time。真正關嘅%數是伊人無拍，無拍 booster， 唔是無拍 booster， 無拍vaccine， 無拍針。當今香港都真係濟人死溫，人家都講拍香港是無上，香港嘅買拍針。香港又無愛拍，香港無上，香港買拍針。特別伊邊 US 關啊 ，US 就勁啦，就 US。伊都看伊隻那是。比較真正強嘅 style 咧，特別我聽啦，我香港我唔知我無實啲，我嗰陣時讀佢哋logo 或者 logo 就是伊是無拍針人 occupy most of 伊 hospitalized cases， 然後 all the deaths 死嘅嗰是無拍針，或者是無拍一針，還是無 full 嘅針。partially 啊。And then 78% 死嘅 hospital。hospital 了是 78% 是 obesity related complication。comorbidity 咯，是咯。你是講香港是發生咗滯？In general, I think general 是講 Canada。哦 ，sorry， the statistics 我講嘅是 Canada。就是講，嗰隻背嘅人會掉咯就，會安啦就。唔是背人會掉咧係 serious。會死，較濟死 78%， 所以若是講100個人死啦，78個人死，and 伊會死嘅辦法是本是 obesity related 嘅本。研究啦，你會心啦，假是你叫 stroke 安尼可能有。Gali？ Hello，sorry 我是愛問有蝦米人有拍算愛拍第4針冇 ？That means voluntarily 啦，我愛。點解嗰陣時講對人好嘅話咧，我是唔要緊嘅，我拍幾針我唔要緊嘅。政府啦。Anyway，即係 vaccine 是會過期嘅嘛？咱 even 咱當然過了，即係後面會過了啊 ，COVID 了啦過了，咱本是2年會拍一刀，2年會拍一刀嘅。我實實 flu shot 真係起咗把刀。嗰啲咧問你查物件嚇，你是唔是需要 notice for the fourth booster jab？就是咯，我冇收到。你冇收到啦？係咪？有啊咩？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我就唔識講住啦嚇。Sorry， 我冇聽到。等陣，豆姐講了，嗰啲然了，阿龍講。OK，冇暫時我所我知影啦嚇是KKN 個無announce第4個 booster jab， 所以我當個調第4個 booster jab for Malaysia 啦嚇。是 impossible。unless future
no。呀啦，所以我接触是什么哈？我冇明白你講什麼事。啊 no， 是我搞個爬板。我意思是講，馬路站時咧，那 KKN 個冇 announce 第四站，所以第四站服務商馬路咧是冇可能。哦，你是講當然冇可能係咪？冇可能燒彈這條 email 係還是？冇可能啊，對，冇可能燒彈 message。哦。我知。tapi na future 咧就 impossible 啊 future 咧未唔知影，因為 maybe 是人講maybe 人做了 some research 哦，講那個需要第四站咧，叫做有可能。我跟你講I'm ready 咯，我真係是準備咗，因為我拍第三期 booster 對嘅計節吼，我對嘅是我甲插佢講。我講是啊，若是講頭兩期是 Sinovac 啊，第三期 Pfizer 嘅，唔知伊會叫我拍第四期哦。計一年吼，伊就頭 announce 咯，愛拍第四期，所以這裡是已經 expected 了嘅。誒，你人咪講隨機，人咪講隨機，你是講你是 jet 嘛？你是講四期是因為係咪是你不是第三期？你不是 Pfizer 嚇？我 actually 冇上白頭夠好嘅咋，冚尖是夠好嘅咋。你頭我拍係 Sinovac 一支呢是兩支兩支 ，OK， 一支是一個 brand 嘅嘛，Johnson。嚇，แล้ว booster 是講，等，我撳佢講一聲。嚇，แล้ว booster 是我咪是拍 Pfizer 咯，因為。本地我想愛參咧，但搞 booster 時，你梗係使參嘛。所以拍啊 booster 啲嘢，政府已經 announce 講，你若是講拍兩期 Sinovac 第三期 Pfizer 嘅咧，兩度邊準備愛拍第四期。人講 Sinovac 較藍咯就。所以我是聽講第四站，伊人是愛 refine 伊。because 你 public health 係講update update 是要 update into include Omicron 當見你 BA1 BA2 maybe 啦我唔知啦，但係伊講伊人是有聽到講伊人愛 refine 可以較好過。我見啲咁講 clubhouse 係咪？意思到 clubhouse 講伊後季節呢度。個兩個月就拍第四站了，到 Scotland 嚟位。哦，I see。OK。嗰啲你會是講OK， 我冇聽講KKM 是愛拍第四站，我冇聽過。未過啦，未過。當然馬路加 developing 嘅嘛，我看我早個一禮拜前我馬路加聽拍讀到你 Pfizer 嘅 recommendation 嘅。I see。你講兩聲。我是真驚 reinfection 咯，上個頭先有一個人講。I mean 是冇法度本啦，你是照顧的，然後掉本咪是冇法度。我咪是有朋友掉嘛，我本未啷。你是冇掉嚇，冇掉過嘛嚇。我掉，兩禮拜整掉。我本未啷是魯人嘅 Pfizer 嘅 booster。As far as I know, Malaysia booster 干了是 Pfizer 對唔對？冇啊！你幫佢見 Sinovac 啊？要 Sinovac 不？Sinovac 不 booster 啊 ？Sinovac 是兩個嘅政府有貨，但係nationwide 是冇。So 如果講咪即係 AZ 本有AstraZeneca 本有。AZ 就冇清楚，AZ 我冇清楚。咁配講消息。Sinovac booster 有 ，sorry 啊 ，John。Sinovac booster 有 ，OK。Then 原來我睇頭你經啥嚟？你係使經 Sinovac， 係使經 Pfizer， 本嚟使經AZ。OK。就是講就是 Adrian 即小劍湖就是出聲話啫嚇，你講嚇。我排眼鏡3支冇上嘅。OK， 哇！一隻 menu 係慘嘅嘛，慘。嗰隻 menu 係咯，唔是我卡西啊，唔是我卡西。我買得咪見到對 AZ 一拍上。我未諗下，我唔知啦，但我拍嘅是我拍
Moderna 啊，頭一期、第二期咪是拍 Moderna，然後我 booster 咪是拍 Moderna，但我 Moderna 嘅 booster 是 half of 我 first dose 嘅dosage。亂㗎啦，時人看百里咪成日看到食㗎你。我唔是，我三年嗰時嘅。啊？你是係咩？我三年是 Pfizer 咧。Korea 冇幾多隻 brand 嘅。你嘅 Pfizer 嘅 booster 是 full dose 嚟啊？但是我冇錯，我是 full dose 嚟。對，阿 John 對。because 我哋拍是每位拍 Pfizer 是 Moderna，然後我經 Moderna，because Moderna 是 half 呢，伊講，然後Pfizer，伊講伊 half dose is as powerful as the Pfizer full dose。哦，I see。That's why 伊是 half dose 呢，because 我頭一期我是拍 Pfizer，第二期我拍 Moderna，呢是 the booster 我拍 Moderna half dose 係 Moderna。哦 ，OK， 我是 half dose Moderna 咯是。你就講，我就冇被亂講你啊！你就講，當今又唔是講賣實際得啦，個無你有見啊嘛，是唔是？特別我同你講啦，唔係你先正搞要等你我同你講，所以全都對變成啦，你 register 你賣實際得喂。我 register 我 booster 冇係幾期啊 ？booster 我三期啊。夠我想啊！我出三期啊！但係吉利你是咪講馬來西亞冇 Moderna 係你是咪講？我一部好like I have dose or full dose 一部梅路。冇一部梅路 ，of course 冇梅，一部唔是冇梅話，即是講伊公司講，one booster shot Moderna 嘅 booster shot 是 half of 伊 amount of 伊 first dose or second dose， 唔是講買啦。Maybe for Moderna 啦 ，because 伊是會對公司嘅。馬來西亞 Moderna 咩啊？冇，我冇條冷有 Moderna actually。Moderna 是美國票嚇 ，Moderna 是美國啊。Moderna 是美國嘅，Pfizer 是 Germany 嘛時候。Pfizer 是 German，Moderna 是 USA。Johnson 唔是 Germany 嘛？當時冇睇經嘅 ，Lucky 黑字節。有阿咪就拍阿咪。拍阿咪，嗱是攞買。我嘛夾死啦，人是。有嘅人走，先你是愛拍 Pfizer 呢？我就有人 insist 係 Sinovac 啦，我就有做緊啲朋友。喂 uncle auntie insist 係 Sinovac。我冇人逼人嘅，你我就係我聽過啊。OK 啦，即是冇對係咪 scientific proof 嚟講，中國因為我是鄧人，你拍中國夠好。其實我冇人逼，我 friend 啊，伊唔是講老人家度攝幾回，伊甲我講肯定邏輯嘅，我冇人逼你，就是按照嘢想嘅咯。冇，伊人講中國會要，咁佢樣咁冇錯，伊人寫講未用，所以伊感覺講伊嘅 media 是真正 bias 都係。啊，你說人掉啲 support 中國嗰個。掉，我有你朋友，你就以按照掉啲，為請講啦嚇，等對啦，好咯，阿龍。我是三種嘅，老婆是 Sinovac 嘅。嚇，人，我係你是 why at first the reason why I choose Sinovac 咧，係因為 Sinovac 是成個 normal flu vaccine 嘅呢。Sinovac is 係 the technology of Sinovac 啦，嗰是 the active 係 virus 係 C 啦 ，virus 啦。traditional 嘅 method 啦，是講。the traditional method also is the flu 嘅，係so 係對我 personally 我 feel 你較安全，較 safe 啦。對，你嘅 logic 是 OK 嘅，我會接受你嘅 logic。new 嘅嘛，mRNA is new 嘅嘛，so we don't know what it will do 啦。But before part I see what already 就係講一定到 the news 啦。I would say the Western news 係係咩？will say that 講 Sinovac 是加保好，加差，但是你 ready 啊，本時在，but whether 有影有好無好，人 I mean 有加差無加差，人是唔知啦。But then 對我感覺到有拍是較好，無拍，所以對，你嗰個10%咧，你有貪拍時就成就無差唔多係咪 vac 咯。是咯，啱拍到頭潮啊咯。係啦，你特別你是安排到 Sinovac 嗰時你掉啲幾勁嘅。我先至安排掉嘅 ，first one 你安排掉啦。是安排掉 ，but the third one 咧是我自己經，因為我覺得我買參嘅做，我買參別嚟 brand 嘅做，所以我朋友是冇安排掉嘅，伊冇安排掉咧啊，一掉啲走去 private clinic 去學300幾塊去做嘅咯。一掉啲去學300塊 ringgit 去為掉俾拍 Sinovac 嘅咋。
伊安排到 Pfizer 啦，伊 reject 掉咗咋，Malaysia。哇！馬來西亞有攤學錄景嘅數嘛？但是伊講嘅邏輯就係我 feel 講嗬。I think 這裡 Western media 有 bias 冇 bias 我唔知啦，我 feel 到路線有 bias 掉啦。即是我嘅 opinion 我先想啦。伊 bias 係行面啦。有買參成有你uncle auntie 嗬，人買參人驚，because 人聽到真濟人講，你爬落去啊，你 side effect 啊，咪隔了，可能所有人都有流浪，嚇，伊唔敢 take the risk，可能你本驚講，但是講。我參落去啊！我成個未接受佢哋 side effect 嚟講，伊會安怎嚇？所以我買咗三期，㗎啦，我冇拍 AZ。就是係啊，用 AZ 嘅就是拍到對 AZ，安尼看。我就驚就是聽你在你 WhatsApp 會驚。唔是 WhatsApp，是 WeChat。哦啊 ，WhatsApp 冇有啦。WhatsApp 冇有。你 WhatsApp 嗰時 WeChat 傳過嚟嘛？我講聽，意思係咩啊？意思伊人啊。而家無好你就係流浪已經煩惱啊，煩惱啊，個有隻正面嘅，諗乜講流浪啊？人聽到咧就無上 direction， 人本就無顯啦，唔使講愛聽得落啊。了變做，你就是喺你掉卡嘛，喺台語無好死嘅人可能聽掉讀啊，是就係不容易嚇，就是伊人安尼講嚟笑，就可能 confuse 啊，嚇你變做。本地無想到講買拍針嘅人，伊本聽到講伊是 focus on 伊嘅 vaccination 來驚鬼掉伊病來驚，但係掉嘅時是伊病提示，唔是伊 vaccination 提示。我甲你講，我朋友甲厝內人笑咩？因為伊被 convince 厝內人講，安尼款做，安尼做，然後ยังไม่聽伊，然後伊起行咁樣笑咩？都在做乜事伊起行哦？因為伊家己是老官嚟。哦，我俾佢講下。伊家己是 doctor， 特別伊 parents 是咁運去聽 WhatsApp 個 WeChat 嘅物件啊，伊家己是 doctor 嚟咗。我較早時我未記講啊，頭早應該我頭前。哎呀 ，man 啊，應該未嘅。我是講若是講人聽到即 episode in case 啊 YouTube censor 人 ，because 人講 about COVID 嘅 subject 伊人會 sometimes 係 block 嘅。若是講人聽未到咧，人講按照 YouTube 看未到嘅嚇，是我當然講就未啊嘛。若是無就人就聽未到啊嘛。人去教我團，若是講 YouTube 若是即 episode 無來講，人去邊咧學見到看白一聽，還是去伊是看 test 還是聽人嘅聲啊？伊人講 COVID 啊，伊 analyse 啲係 speech 咯，講到 COVID 啦 ，Sinovac 啦，佢講係你。所以咱今日佢哋講過毒嗰時候，就是咱講奧冇病毒咯，定等咱講嘅是咱講奧冇病毒咯嚇。了，你講奧冇病毒嘛未掉咯，特別咱有講到伊嘅即個平安針嘅名嘛。咱講到平安針嘅名，所以應該是 scan 掉。所以若是講人聽到人講 YouTube 冇即 episode 咧，人對佢邊咧學見到講嘅朋友，無人sense話，感謝各位聽眾收聽。講嘅明星這個禮拜人講我一點正50分咧啊，當今講嘅一明星啊，一禮拜人未到對嚟聽唔知我講 YouTube 唔知個我一邊。OK， 講嘅真係下禮拜再見，拜拜，感謝大家，希望大家健康，拜拜。若是如果到啲 YouTube 無censor話咧，人就使個幾隻朋友訂定一禮拜無看 episode 咯，然後是這邊訂subscribe 訂看訂聽，訂下就正因為現條落，因為是個通知你未 miss 掉我嘅 episode， 一啲你咪買 T-shirt 穿佢嚟掉，係咪去訂？拜，感謝。拜拜。拜拜。enjoy。